会说水较好，国情解说2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讲台湾历史，说台湾历史，日本时代台湾文化协会这些学者、这些高人，真正为着要争取讲，咱台湾人会当选家己的参议员，对台湾、台北争取甲对东京去。结果去予日本总督认定讲，这就是违反治安警察法。上严重的蒋渭水和蔡培慧2个，去予法官3审判甲4个月。落甲这家蔡培慧先生伫咧狱中，佮写一条台湾自治歌，这正用台语写，咧宣传台湾人会当公私互咱讲这款的理念，这款主张民主政治的理念，歌词咱来甲听看卖。见面头一拍讲，蓬莱美岛真可爱，祖先基业在，田园阮开，树阮栽，劳苦大过大，要理解，阮是开拓者。唔是戆路财，台湾全岛快自治，公私稳奖才应该。你甲听，这唔免国情加解说，讲蓬莱岛遮尔可爱，祖先的基业自来就原在，田园阮开的呢，树啊阮栽的呢，劳苦安尼一代过一代呢，结果人甲咱当作啥？甲咱当作戆路财，唔则讲吼，台湾全岛快自治。公私稳奖才应该。过来第2拍歌词也相当好，见面头一句讲玉山庄歌介扶桑，我问意气扬，通心热烈爱向血，期盼强权王。过来歌词刷落去讲谁主动，坐起抢自治，东升得标榜，百般义务咱就尽，自治管理应当响。是安那讲玉山庄歌介扶桑，原来就是日本仔要统治台湾进前，因的富士山关渡海拔拄啊3776公尺，结果一个管理台湾的，发觉讲玉山竟然海拔有3952公尺，哇！大家带一个讲比较富士山还较悬，而且玉山伫日本时代还佫另外一个名，叫做新高山。玉山庄歌介扶桑，比较扶桑日本的富士山还佫较悬。台湾光景遮尔好，台湾有遮尔侪丰富的物产，结果咱百般义务拢甲尽了啊，拢是咱伫咧辛苦啦。啊，咱家己身为台湾人，咱着爱意气扬扬，咱着爱有志气，咱着爱看重家己，毋则讲我问意气扬。啊，百般义务，台湾人辛辛苦苦安尼尽甲头，一项啦，足简单啦，干那要求自治尔啦，自治互阮家己选参议员，公私稳奖。家己阮来奖励嘛，阮敢有比人较安慢？毋则讲自治的管理该当向，这正台语文学真重要一条歌词。咱也体会讲过去的人争取民主，争取到讲时代转变，今日会当选家己的总统，实在是足侪人辛苦打拼落来难得的结果啦。